你有冇試過喺某一個深夜，又或者一場熱鬧散去之後嘅午後，靜靜淡觀察過身邊一啲老人家嘅眼睛？呢啲老人家喺外人眼中，往往都係所謂嘅人生贏家。佢哋捱過半世人嘅風浪，後生嗰陣搏命打拼，買咗樓，儲落積蓄。到咗今日，仔女各有成就，每逢過時過節，成屋兒孫圍喺身邊，歡聲笑語。按照世俗眼光嚟睇，呢個叫功德圓滿，叫天倫之樂。但係如果你唔去睇表面嗰啲歡聲笑語，而係靜靜淡望住佢哋雙眼幾秒鐘，你可能會發現喺嗰雙歷盡滄桑嘅眼眸深處，既冇放下一切之後嘅安詳，亦冇滿足現狀嘅歡喜。佢入面嘅嘢好難用語言去形容，係一種極深極沉嘅空洞。就好似你企喺一口乾涸咗幾千年嘅幽井旁邊，執起一粒石仔掟落去，你屏住呼吸，等咗好耐好耐，卻永遠聽唔到石仔跌到底嗰一下回音。後生嗰陣，我哋總係本能淡以為人到晚年最可怕嘅係匱乏。我哋驚冇錢，覺得冇錢就冇安全感，病咗俾唔起醫藥費，想食一餐熱飯，想去遠少少嘅地方睇下，都寸步難行。後嚟年紀漸長，我哋又開始覺得最可怕嘅係孤單，驚仔女住得太遠，身邊連一個可以遞杯暖水、講句貼心說話嘅人都冇，日子捱得又漫長又難受。但係隨住你睇過嘅故事越嚟越多，行過嘅路越嚟越長，你會突然發現物質上嘅貧乏可以靠節儉應對，身邊嘅寂寞可以靠熱鬧暫時掩蓋。但係呢個世界真正可以喺精神上徹底壓垮一個人嘅，根本唔係呢兩樣嘢。早喺2500幾年前，佛陀已經喺恒河邊嘅菩提樹下，將呢種終極困境徹底講破。心經入邊有一句家傳戶曉嘅說話：心無妄愛，無愛故，無有恐怖。好多人念呢句，只係將佢當成一句安慰自己嘅說話，以為只要自己睇開啲，放低執念，個心就唔會再驚。但你有冇試過停一停，認真諗下，點解佛陀偏偏要將恐怖呢兩個字如此沉重淡寫入呢部講透宇宙真相嘅經典入邊？因為呢種恐怖絕對唔係憑空想象出嚟，而係生命走向終點嗰陣，真真正正會撞上嘅一堵牆。晚年最深嘅恐怖，從來唔係外面世界有幾大風雨，而係內在精神世界徹底崩塌。呢4個字就叫做心無所依。當一粒心喺天地之間，再揾唔到任何可以扎根、可以安放嘅地方，佢就會變成一葉跌入滔天巨浪嘅孤舟。無論外面嘅港灣幾熱鬧，佢永遠都拍唔到岸。呢種感覺比冇錢更加可怕，比冇仔孫喺身邊更加可怕，甚至比肉身癱瘓嘅病痛更加殘忍，因為嗰係一種徹底嘅靈魂絕緣。唔係身邊冇人，而係你突然發現成個熱鬧世界已經同你冇任何關係。你揾唔到每日繼續醒過嚟嘅動力，亦揾唔到靈魂下一站究竟要去邊。喺《雜阿含經》入面，佛陀曾經向弟子開示老苦嘅真相。世間有生、老、病、死4種大苦，而當中老苦最隱晦。佢唔似急病咁如烈火燒身，亦唔似死亡咁好似一刀斷骨。佢更加似一場靜雞雞落緊嘅雨，一點一點滲濕你身上嘅衣服，又似一場冇終點嘅黃昏，一點一點將光芒由你身上抽走。老苦最深沉嘅刀鋒，唔係身體衰老，而係心靈失落。一個20歲嘅後生仔，即使身無分文，流落街頭，雙眼入邊依然可以有光，
因為佢相信聽日可能會唔同，夢想仲喺前面。但一個已經行到歲月盡頭嘅人，如果驀然回首，發現自己一世建立起嚟嘅一切都冇辦法令此刻嘅心得到半點安寧，嗰種深不見底嘅絕望先至真正無藥可救。錢可以買到高級病房，但買唔到內心嘅篤定。兒孫可以俾你細心照料，但俾唔到靈魂嘅歸宿。真正嘅問題永遠只有一個，當所有外在依靠都俾歲月一件一件剝走，你嘅心究竟要去邊？今日我想請屏幕前靜靜聽緊嘅你喺留言區留低呢8個字：心安時歸，向內紮根。呢個唔單止係一段文字互動，而係為你自己嘅心敲響一下警鐘。當你打低呢8個字嘅一刻，請停3秒，問一問自己：此時此刻，我呢粒心究竟安住喺邊度？跟住落嚟，請同我一齊行入3個跨越時空嘅生命故事。有啲記載喺古老禪宗公案入邊，有啲就發生喺我哋身邊嘅紅塵之中。每一個故事都用非常深刻嘅教訓話俾我哋知，心無所依究竟有幾可怕，而我哋又應該點樣喺無常歲月入面為自己揾到一個不退轉嘅歸宿。好耐以前嘅江南水鄉有一位大戶人家嘅大掌櫃，我哋叫佢陳老先生。陳老先生呢一世可以話係世俗意義上嘅傳奇。佢13歲就孭住個爛布包袱去當鋪做雜役，食盡白眼，捱盡苦頭。憑住一股狠勁同過人眼光，佢用40年時間打拼出一間規模龐大嘅商號，房產鋪位遍佈半個江南。去到60歲嗰年，佢覺得自己終於功成身退，就將所有產業全盤交俾能力出眾嘅大仔，自己搬入城郊一座幽靜雅致嘅大宅，準備安安心心享清福。嗰陣4鄉8里，冇人唔羨慕佢。睇下陳老爺呢一世先叫冇白活。後生嗰陣風光過，錢又賺夠，而家仔女孝順，大宅宏偉，工人成群，呢個唔就係人間天堂咩？啱啱退休第1年，陳老先生確實過得非常有雅興，每日朝早嘆茗茶，下晝喺大宅花園留鳥賞花，夜晚同地方名流飲酒應酬。但去到第2年，一種非常奇怪嘅變化開始靜雞雞喺佢身上滋生，嗰種感覺非常抽象，就好似佢個胸口突然憑空穿咗一個窿，一個無論你向入邊塞幾多金銀財寶、山珍海味都永遠填唔滿嘅黑洞。為咗填住呢個窿，陳老先生開始瘋狂幫自己揾嘢做。佢花重金由各地搜羅罕見古董字畫，請名廚每日變住花款煮山珍海味，甚至喺62歲嗰年仲立咗一位年輕貌美嘅妾侍。但係荒謬嘅係，無論外面嘅刺激有幾強，嗰個黑洞依然冰冷淡橫喺心入邊，而且隨住時間過去，好似一張越擘越大嘅口，變得越嚟越大。去到第3年，陳老先生徹底跌入無邊無際嘅失眠。每逢夜深人靜，佢一個人瞓喺價值連城嘅高級紅木床上，雙眼死死望住漆黑嘅天花板，腦入邊一片空白，但內心卻俾一股巨大如潮水湧來嘅空虛感死死扭住。佢覺得自己正被呢種空虛慢慢吞噬，窒息到想大聲嗌，卻連一啲聲音都發唔出。屋企人嚇壞咗，請遍江南名醫，甚至連宮中退落嚟嘅太醫都請埋。把脈之後，老人家脈象平穩，五臟六腑亦冇乜大問題。醫術再高，可以醫肉身嘅病，但又點醫得好一粒漂浮喺虛空之中，揾唔到落腳點嘅心？
短短2年，原本面色紅潤、聲如洪鐘嘅陳老先生，成個人徹底枯萎落去。佢面色蠟黃，雙眼冇神，唔再見任何客人，甚至開始厭惡食嘢，成日喃喃自語，冇意思，活住一啲意思都冇。孝順嘅大仔睇喺眼入面，心如刀割。佢四處打聽，聽聞深山入邊有一座毫不起眼嘅古禪寺，寺內有一位修持咗幾十年嘅老禪師，極有智慧。於是親自駕馬車，將幾乎已經行唔到路嘅老父親送上山。嗰陣係深秋，古寺庭院嘅銀杏葉落到成地金黃。老禪師着住一身洗到發白嘅粗布僧袍，正坐喺樹下安靜啖數落葉。陳老先生喺個仔扶下，戰戰巍巍行到老禪師面前，聲音沙啞得好似風吹枯柴。大師，救下我真係活唔落去啦！老禪師停低手上把掃帚，慢慢抬起頭，嗰雙眼清澈如水，冇半點波瀾。老禪師平靜望住佢，施主衣食無憂，住宅宏大，兒孫滿堂。呢個世界仲有成千上萬嘅人為咗聽日一餐溫飽而掙扎，你又點會活唔落去呢？如果呢句說話係其他人講，陳老先生一早拂袖而去。但係面對呢位老禪師，佢卻好似俾人一棍打中心口，擘大個口，眼淚爭啲跌落嚟。我知道我乜都有，但我個心就係空啊，空到我想死啊！老禪師微微點頭，語氣平和淡講：老衲問你3個問題，你唔需要即刻回答，諗清楚先再話我知。第一個問題，你呢一世拼盡全力賺咗咁多家業，起咗咁多房屋，當中有冇一件事係就算你而家即刻失去性命，都仍然無怨無悔，覺得呢一世值得？陳老先生呆住咗，佢回想自己一生，打算盤、搶市場、累積財富，呢啲事喺當時全部都非常重要。但如果真係用生命本身嘅價值去衡量，竟然冇一件可以承受得住呢一下拷問。老禪師跟住再問第二個問題，你身邊圍住咁多妻妾、仔女、隨從，當你內心感到最深嘅恐懼同茫然嗰陣，有冇一個人可以令你將所有冇經過偽裝嘅懦弱同絕望全部講俾佢聽？陳老先生再一次僵住，對外佢永遠都係威嚴嘅大掌櫃，慈祥嘅一家之主。佢習慣掌控一切，從來唔敢喺任何人面前暴露內心嘅脆弱。表面上高朋滿座，實際上竟然冇一個人可以真正交心。老禪師望住佢，再拋出第3個問題：當深夜來臨，你一個人瞓喺大宅入邊嗰陣，你呢粒心究竟係好似大樹扎根泥土一樣安定，定係好似斷咗線嘅風箏喺半空之中不停漂浮？聽到漂浮呢2個字，陳老先生再控制唔到自己，撲通一聲跪喺銀杏葉上，失聲痛哭：漂緊，大師，我個心一直都喺度漂，我捉唔住佢，我唔知道佢究竟應該落喺邊度。老禪師輕輕嘆一口氣，扶返佢起身：你嘅病，老衲知道啦。你呢一世雙手捉滿晒外面嘅嘢，金錢、名利、家庭、地位，但你唯獨冇捉住自己嗰粒心。你嘅心從來冇真正扎過根。後生嗰陣，外在嘅忙碌同慾望係你嘅麻醉藥，而家你停低落嚟，麻醉藥失效，原本一直存在嘅無底洞自然就露咗出嚟。咁我要點樣先揾得到條根？老先生顫抖住問。老禪師指一指樹上正在飄落嘅銀杏葉：你睇下呢啲葉，春生夏長，秋天嚟到就飄落，佢哋驚唔驚？佢哋唔驚，因為佢哋知道自己嘅生命由大地而嚟，最後
亦歸返泥土。你嘅問題就係你活咗60年，卻將外在嘅幻象當成自己嘅根。當歲月嘅秋天嚟到，外面嘅嘢一件一件脫落，你就徹底慌咗，去揾返你內心嘅主宰。唔係走出去揾人，亦唔係走出去揾事情，而係返到你內心，睇清楚你嘅本性究竟係乜，將心嘅錨打入自己生命最深處，你先唔會再漂。陳老先生喺古寺住咗足足7日，呢7日佢冇研究任何深奧佛理，只係每日跟住僧人一齊食粗茶淡飯，晨鐘暮鼓嗰陣靜坐，得閒就掃下庭院落葉。佢驚訝咁發現呢班僧人幾乎一無所有，生活清苦到極點，但係佢哋眼神入邊嗰份沉靜同篤定，竟然係自己花幾百萬兩白銀都買唔到㗎。7日後，老先生落山，佢冇出家，亦冇散盡家財，但佢望人嘅眼神徹底變咗，纏住佢幾年嘅空洞感消失，取而代之係一種前所未有嘅安詳。喺生命最後12年，佢唔再沉迷搜羅古物，而係將心力放喺修持內心平靜上，得閒幫鄉里修橋補路，對屋企人亦真正多咗一份溫柔同接納。臨終嗰日，佢安詳瞓喺床上，捉住妻子隻手，嘴角帶住一抹微笑講：我揾到啦，我終於返到屋企啦。佢究竟揾到啲乜？佢揾到嗰粒唔再跟住外境四處漂流嘅心。如果陳老先生嘅故事揭示咗富貴之人心無所意嘅荒謬，咁跟住落嚟呢個故事就展現一個普通人喺生命終點面對未知恐懼嗰陣最真實嘅模樣。禪宗入面曾經有一位行腳僧，一世雲遊四海，不拘門派，隨緣度化。有一次佢經過一條偏僻貧窮嘅小村莊，聽講村入面有一個接近80歲嘅老農夫，就快行到生命終點。但奇怪嘅係，老農夫喺病床上表現出極度反常嘅恐懼，晚晚不停發抖尖叫，根本冇辦法安然離去。仔女點諗都諗唔明。老父親一世供養家庭，為人正直，後生嗰陣打過野獸，捱過旱災，從來冇嗌過一聲驚。點解去到晚年反而嚇到好似一個失魂落魄嘅細路？行腳僧行入嗰間陰暗潮濕嘅泥屋，見到老農夫蜷縮喺殘舊被鋪入面，雙眼駁到好大，瞳孔入面充滿極度驚恐同埋絕望。行腳僧喺床邊盤腿坐低，溫聲問：老人家，你究竟驚緊乜嘢？老農夫嘴唇劇烈顫抖，過咗好耐，先勉強擠出幾句說話：大師，我驚死啊！死有乜咁可怕啦？僧人問：我唔知道，就係因為我唔知道，所以先驚到要命啊！老農夫帶住哭腔嗌道：我後生嗰陣遇過山洪，遇過瘟疫，我全部冇驚過，但而家我連雙眼都唔敢合埋。我成日覺得雙眼一合就會跌入一個黑到見唔到底嘅大窿，永遠都出唔返嚟。行腳僧望住佢，冇講嗰啲空洞嘅安慰說話，而係講咗一個關於渡船嘅比喻。好耐以前，有一個人住喺一條大河嘅呢邊，河嘅對岸有一座無比莊嚴、冇痛苦嘅淨土之城。呢個人一世都遙望住對岸，心裏想去嗰度，但佢唔識游水，只可以企喺岸邊等。佢足足等咗一世，終於去到佢極度衰老嗰一日，一艘渡船慢慢划到岸邊。船夫向佢招手講：上嚟啦，我帶你過河去嗰座永恆嘅城。但偏偏就喺呢一刻，呢個人死抱住岸邊一棵枯樹，退縮咗。佢心諗：我喺呢邊住咗一世，雖然呢度又窮又苦又殘破，
但我習慣咗，我知道邊度有石頭，邊度有泥濘。對岸嗰座城我從來未去過，萬一去到更加差啲算，萬一我適應唔到又點算？於是佢拒絕上船，渡船劃走咗。佢繼續死死抱住棵枯樹，直到肉身徹底衰竭。死嗰陣，佢依然死死駁住雙眼望住對岸，心入邊裝滿無盡後悔同恐懼。講完，行腳踭望住老農夫，老人家，你覺得呢個人真正驚嘅係死亡本身咩？老農夫挨住咗，眼角流落渾濁嘅淚水。唔係，行腳踭一字一句咁講，佢驚嘅唔係死亡，而係佢發現自己捉咗一世嘅嘢，原來全部都係一場空。而當真正嘅歸宿來臨，佢卻根本冇準備好去接納你呢一世耕田、娶妻、生仔、起屋。你將所有心力都用喺點樣喺一片殘破嘅岸上活落去。你從來冇用過一分一秒去思考自己嘅靈魂究竟由邊度嚟，又要去邊度。所以當歲月嘅巨浪打過嚟，將你賴以生存嘅土地沖垮，你會發現自己手入邊除咗泥沙，原來乜都冇。你嘅心冇方向，所以就算你企喺原地，你其實都係迷緊路。當死亡推門入嚟，你唔係返屋企，而係喺絕望之中流浪。老農夫喊道，好似一個無助細路。大師，我一世都只係個耕田嘅粗人，我唔識乜嘢佛法大道理，我而家先知道呢啲，仲嚟唔嚟得切啊？行腳踭握住佢嗰隻布滿口繭，好似枯枝一樣嘅手，沉聲講：只要呼吸仲未斷，覺悟就永遠嚟得切。而家合埋你雙眼，唔好再諗你嘅莊稼，唔好再諗你間屋，甚至唔好再諗你呢副肉身。喺內心最深處升起一份穩定嘅信念，相信你嘅本性係光明嘅，相信有一艘慈悲嘅渡船正停喺你心頭，告別你捉咗一世嘅泥沙，放手上船。老農夫慢慢合埋雙眼，一開始佢眉頭仍然緊鎖，身體微微發抖，但喺行腳踭沉穩嘅誦經聲之中，佢嘅呼吸慢慢變得均勻，緊繃嘅面容亦舒展開，嘴角甚至隱隱露出一抹釋懷嘅微笑。嗰一晚，老農夫平靜淡走咗，佢嘅面容非常安詳，再冇之前嘅顫抖同周狀。阿彌陀經講，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所謂往生同歸宿，從來唔係臨終嗰陣靠某種神秘力量硬生生將你拉過去，而係你仲活住嗰陣，有冇已經喺心入邊建好一個唔受生死動搖嘅避風港？如果話前面兩個故事講嘅係凡夫晚年遭遇嘅困境，咁跟住落嚟呢個故事就嚟自禪宗史上一段非常有分量嘅高僧對話。唐代禪宗四祖道信大師一世接引過無數學人，活到72歲高齡。晚年有一日，幾位跟隨佢多年嘅核心弟子圍坐禪堂。弟子望住年紀已高嘅師父，恭敬問道：師父，您如今功德圓滿，年紀亦大咗，對你老人家自己，又或者對我哋，仲有乜嘢值得擔憂嘅事情嗎？道信大師駁開雙眼，微微一笑：老衲對自己早已無生無死，有乜需要擔憂？老衲真正擔心嘅，反而係你哋呢班後生仔。弟子覺得非常奇怪，我哋而家年富力強，每日打坐參禪，精進修行，師父點解反而擔心我哋？道信大師收起笑容，眼神變得無比深邃。你哋而家後生，體力充沛，精神飽滿，可以每日坐禪8個鐘，可以睇明深奧經論，可以四處雲遊參訪。但你哋有冇認真諗過，等到幾十年後，當你哋老咗、病咗、氣血衰敗，
當你哋連雙腳都盤尾，連經書上面啲字都睇唔清，你哋嗰粒心究竟要安放喺邊度？弟子面面相覷，一時之間無言以對。道信大師慢慢講，老衲一世見過太多所謂修行人，後生嗰陣意氣風發，自以為參透大道，但係一到晚年，肉身衰老，社會身份剝落，各種病苦纏身，就開始慌亂不堪。點解？因為佢哋後生嗰陣所謂嘅修行，依然係向外揸取，佢哋揸住修行嘅名聲，揸住清淨嘅感覺，揸住境界高低，呢啲嘢後生嗰陣仲捉得住，老咗病咗就全部跌晒落地。當外在之處全部倒塌，內心嘅虛無就會好似惡魔一樣撲過嚟，將人徹底吞噬。一位弟子忍唔住行前一步問師父：咁我哋究竟應該將個心安住喺邊度，先可以真正穩妥？道信大師講出4個振聾發長嘅字：以心為中。乜嘢叫以心為中？大師解釋，意思係你嘅心根本唔需要依靠任何外在事物，無論係金錢、地位、子孫、名聲，甚至係你而家強壯嘅肉身，全部都係有生有滅嘅幻象。你嘅自性本來圓滿，本來就具足無量智慧同寧靜。學識向內觀照，同自己嗰個不生不滅嘅本心相處。你要喺繁華嗰陣就開始建造自己內心嘅聖殿。你花幾多時間應付外在世界，就應該花相應嘅時間建設自己嘅內在精神。咁樣，當有一日歲月剝走你外面所有嘢，你依然有一個絕對安全、絕對溫暖嘅家，可以隨時返去。呢個家邊個都搶唔走，歲月亦摧毀唔到，因為呢個家就係你自己嘅本源。1400幾年過去，四祖道信大師呢番說話唔單止冇過時，反而喺資訊爆炸、物欲橫流嘅現代社會，變成一劑救命良藥。現代人嘅生活比古人複雜百倍。我哋有食唔完嘅美食，睇唔盡嘅短片，玩唔完嘅娛樂。我哋以為自己生活極之充實，但係事實係，我哋比古代任何一個時代嘅人更容易跌入心無所依嘅深淵，因為我哋所有快樂都高度建立喺外在條件嘅刺激之上。一旦呢啲刺激喺晚年停落嚟，嗰種排山倒海嘅虛無感就會以幾倍嘅力量反噬返嚟。點解心無所依呢4個字會喺晚年爆發出咁巨大嘅毀滅力？如果我哋拆解人性嘅精神結構，就會發現其實係由3重逐步加深嘅精神枷鎖構成。第一重係社會身份剝離之後冇用感帶嚟嘅崩塌。人活一世，習慣喺被需要同證明自己嘅慣性入面狂奔。後生壯年嗰陣，我哋係公司骨幹、家庭棟樑、仔女嘅避風港。我哋靠卡片上嘅職銜、銀行戶口入邊嘅數字，同每日忙極都忙唔完嘅行程，去確定自己喺呢個世界嘅位置。但係退休鐘聲一響，身體嘅齒輪開始生鏽，你被迫由舞台中央退到幕後。嗰一刻，一個致命嘅問題一定會出現，剝走所有社會身份，撇開邊個嘅父母、邊間公司嘅負責人。當我只係我自己嗰陣，我究竟係邊個？我仲有乜價值？嗰啲退休之後迅速衰老，甚至幾年之內鬱鬱而終嘅老人家，好多時唔係死於生理器官衰竭，而係死喺呢種劇烈嘅無用感入邊。佢哋嘅自我價值就好似一座建喺沙灘上面嘅高樓，而工作同被需要就係唯一支柱。支柱一斷，成個精神世界即刻變成廢墟。第二重係歲月荒涼之處嘅存在危機。壯年時期，生活節奏非常快，樓按車貸、
仔女教育、人情來往，呢啲瑣碎目標好似密密麻麻嘅磚頭，將我哋所有時間測得密不透風。我哋根本冇時間思考嗰啲終極哲學問題，但係去到晚年，時間突然變得非常慷慨，同時亦非常荒涼。當熱鬧散去，你一個人坐喺露台，望住夕陽慢慢沉落，嗰啲被封存咗一世嘅問題，就會好似野草一樣瘋狂生長。我呢一世風風雨雨，究竟為咗乜？如果我辛辛苦苦累積嘅一切，最後一分一毫都帶唔走，咁我嚟呢個世界行一轉，意義究竟喺邊？如果漫長歲月之中，你從來冇沉澱出一種超越物質世界嘅生命觀，呢種對意義嘅迷惘就會變成一種好似預溺般嘅窒息感。望住鏡入面密密麻麻嘅皺紋，感受肉身活力逐漸流失，人就會喺無邊無際嘅虛無之中快速沉落去。第三重就係面對未知黑洞嗰種臨終嘅絕對恐懼。呢個係最深沉，亦最令人戰慄嘅一重枷鎖。死亡係所有人共同嘅終點，但對於心無所依嘅人嚟講，死亡唔係歸途，而係一個會吞噬一切嘅黑洞。正如《楞嚴經》中佛陀對阿難嘅開示：汝之心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佛陀話俾我哋知，生命嘅本質係恆常嘅，唔會隨住肉身腐朽而消失。但係普通人一世都喺相入邊打滾，我哋將所有感情同安全感全部壓喺金錢、房屋、親人呢啲注定會改變、會毀壞嘅事物上。呢個就好似你將成個人生嘅錨打喺一座正在融化嘅冰山上，當晚年嘅陽光越嚟越猛烈，冰山加速融化，你就會眼白白望住自己即將跌入無底大海。呢種被整個世界拋棄、被黑暗吞噬嘅戰慄感，比世間任何肉體折磨都更加殘忍。面對終有一日會到來嘅生命黃昏，唔通我哋只可以坐喺度等？當然唔係。喺佛教語境入面，依止呢兩個字重若千鈞。佢唔係弱者對強者嘅卑微依附，亦唔係對某種外在神靈嘅盲目崇拜。佢係透過智慧令漂泊不定嘅心重新返到本位嘅過程。佢就係你靈魂深處嘅壓艙石。只要呢塊壓艙石仲喺度，就算晚年風浪再大，你嘅船艙入邊依然可以一片寧靜。呢份內在依止絕對唔係等到70-80歲瞓喺病床嗰陣先能急抱佛腳就可以憑空得到。我哋必須由而家開始，趁住仲有清晰意識、健康身體，就開始向內行。第一個方法係每日練習同自己相處。我哋現代人實在太習慣向外望，一擘大眼就睇電話信息，一得閒就睇短片、電視、社交平台，個心好似一個永遠高速轉動嘅陀螺，一刻都靜唔落嚟。由今日開始，每日俾自己10分鐘絕對安靜嘅時間，揾一個乾淨寧靜嘅空間，熄咗電話，盤腿或者端正坐好，唔需要刻意諗乜高深佛理，只需要將所有注意力收返落自己嘅呼吸。吸氣嗰陣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正在吸氣，呼氣嗰陣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正在呼氣。一開始你會覺得非常無聊，腦入邊雜念滿天飛，甚至坐立不安。呢個完全正常，因為你個心瘋狂慣咗，根本唔習慣安靜。但係只要堅持練習，慢慢地呢10分鐘會變成你每日最期待嘅時間。
喺呢10分鐘裏邊，你唔需要扮演任何角色，唔需要討好任何外在標準，你只係完整、安全淡同自己嘅生命待埋一齊。呢個就係建立內在力量嘅第一步。第二個方法係建立超越性嘅連結，為精神揾一個錨點。一粒心之所以無依無靠，係因為佢覺得自己係一個孤立無援嘅個體。你需要建立一種超越世俗瑣碎事情嘅精神連結。呢種連結唔一定只限於宗教信仰。如果你有虔誠佛法信仰，可以透過誦經、念佛、參禪，體會嗰份不生不滅嘅慈悲同智慧，呢個係無上福報。如果你而家冇特定宗教信仰，亦完全可以透過其他方式建立呢種連結，例如深入大自然。當你企喺大山腳下，或者凝望無邊無際嘅大海同星空，感受自己嘅生命並唔係孤立存在，你本身就係浩瀚宇宙嘅一部分。大自然嘅寧靜同恆久會反過嚟滋養你嘅心。又例如投入高尚藝術、閱讀同利他行為。當你無私幫助其他人，閱讀古聖先賢留下嘅智慧結晶，你嘅心靈維度會慢慢打開，世俗嗰啲患得患失自然會變得細好多。第三個方法係主動練習放手同減負。好多人晚年之所以痛苦不堪，係因為一世都喺做加法，從來冇學過做減法。當歲月強迫佢哋放手，佢哋自然會撕心裂肺。學識主動減負，其實係一種非常高層次嘅生活智慧。趁身體仲健康，開始定期清理自己嘅生活空間。嗰啲堆積咗幾年甚至幾十年嘅雜物，應該掉嘅就掉，適合送人嘅就送人。斷捨離表面上係清理物品，本質上係訓練個心，降低對物質嘅依附。同時要坦然面對生命規律，重要嘅事情提早交代清楚，對親人嘅愛同歉意喺日常生活就講出口，唔好將遺憾留到聽日。當你唔再忌諱談論人生終點，當你學識隨時都可以灑脫放手，你粒心自然會變得非常輕盈。生命列車轟隆轟隆向前行，冇任何人可以撳低暫停鍵。歲月會帶走我哋嬌艷嘅容貌，帶走強健嘅肌肉，帶走社會地位，甚至最後帶走身邊至親至愛嘅人。但係呢個正正係生命最偉大嘅地方，佢用一種如此殘酷嘅方式逼我哋睇清楚究竟乜嘢先係永恆。佛陀入滅之前，望住滿堂悲傷落淚嘅弟子，留低咗一段流傳千古嘅遺教：以字為舟，以法為舟，勿二依止。意思就係喺生死流轉嘅滔天洪水入面，要將自己變成一座穩固嘅島嶼，將真理變成一座島嶼，唔好依靠任何外在幻象。因為只有你內心嘅覺性同真理，先係永遠唔會沉沒嘅避風港。晚年最可怕嘅，真係唔係袋入邊冇錢，亦唔係身邊冇仔孫圍住。錢可以解決物質上嘅匱乏，仔孫可以提供一時嘅陪伴，但係佢哋全部都冇辦法代替你回答嗰個拷問靈魂嘅終極問題。當夜幕降臨，繁華散盡，你粒心究竟要住喺邊度？參透生死，其實就係參透你自己。如果你一世都唔認識自己嘅本心，死亡就係一堵冰冷堅硬嘅牆，將你死死困喺絕望同恐懼之中。但當你認得自己內心真正嘅歸宿，知道粒心應該去邊，死亡就唔再係一堵牆，而係變成一道門，一道通往圓滿、通往永恆寧靜嘅解脫之門。願你喺漫長歲月之中，早日揾到嗰個唔需要依靠任何外物，永遠溫暖安詳嘅精神家園。
無論你而家處於人生邊一個階段，都請喺心入邊靜靜問自己一句：我粒心而家安住喺邊度？如果你聽完今日呢段分享，內心有一絲觸動或者思考，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嘅感受，又或者分享你曾經見過令你深思嘅老人家故事。你留低嘅每一句說話，都可能成為照亮另一個人內心黑夜嘅一點微光。如果你覺得呢番說話對身邊家人朋友有啟發，不妨將佢分享出去。我哋下一期再見。